籃球對於我生命嚟講，簡直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嘅。即係自我小學、中學開始中意打籃球之後咧，一直就愛上咗啦。咁去到讀大學嘅時候咧，我更加考埋嗰個教練牌。咁真係冇估到呢幾個過程入邊，又會最後變成一個評述籃球嘅工作。咁我自己好有幸啦，即係大學畢業之後嘅第一份工咧，原本係想見一個 NBA 嘅資料搜集員嘅。咁啊，去到見完個監製之後咧，咁佢又問起我，咦，你都好似好熟籃球喎，有教練牌，有冇試過講波啊？咁我話都試過㗎，之前做實習嘅時候試過。咁佢跟住俾個機會我去即係試鏡啊、試音咁。點知一試咗，搞掂。咁就係因為咁樣嘅因緣際會之下咧，成為咗個籃球評述員。最開心咧就係全球嘅籃球賽事咧，我都好似感覺自己好似都評述過啊、涉獵過。咁呢個係我人生一個幾大嘅成就咯。同埋最開心就係可以自己嘅聲音啦，俾啲觀眾去收聽啊、收睇咧，呢個係自己最大嘅滿足感。我自己覺得未來入行嘅機會可能會多咗喎。咁我覺得咧應該喺你想準備入行之前咧，要事前要真係做好一個準備啦。想將你嘅籃球興趣變成專業，即刻把握機會參加港籃新手班。